带大家看看那些因为一个片段而看了整部剧的神仙颜值。用你兄弟10年单身换一位回家，你会选谁？第1位，刘亦菲。导演曾经说过，虞姬的扮演者非刘亦菲莫属。第2位，贾静雯。觉得自己可漂亮了，一到北京电影学院完全没自信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。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觉。第3位，白冰。他从那边迎面走来，我就不好意思看他，真没见过那样的人。第4位，李若彤。我演小龙女，怎么可能啊？你不觉得我的轮廓像老外吗？